后来这爷爷昨暝要离开台湾进前，伫个机场，甲伊个翁婿、甲伊个囡仔揽条条，才唔甘离开。虽然爷爷从废止移亲居留的许可，而且5年内袂使过来申请，也毋过伊也是会当申请来台湾探亲，看伊个翁婿甲囡仔，而且无限制申请的次数，一届上久会当停留6个月，也毋过嘛爱看移民署要准也毋准。爷爷伫无晚挂喙暗到松山机场报道，现场有真侪民众伫咧等待。爷爷伫咧离境前，嘛是甲镜头大声讲冤枉哦。我现在是需要清清白白的出去，我会谈谈真正的回来。很遗憾，我现在的抗告还没有流程还没有到，就已经要被移民署这样子。就是已经到时间遣返了。8号上尾机会重新入场，爷爷举办记者会后，嘛伫咧遣返期限内，在暗时8点45分的飞轮机离开台湾。以上挂心的，嘛是伫咧台湾的亲人，目屎亲像水倒头，讲头唔甘丢丢。爷爷因翁囡仔等等亲属伫咧台湾，虽然去有废止移亲居留允准，5年内袂当搁再申请，不过伊嘛是会当申请。团圆，或者是探亲，而且一摆申请上过当点6个月，嘛无申请几摆限制。若是提出申请，移民署就依法受理。也就是讲，爷爷赶快有机会伫咧这段时间登来台湾。武统的言论，相关的法律是散见在我们很多的法律，那是不是要成立专法？我们之前有开行修小组，那学者的意见是希望能够成立专法。爷爷敢若涉嫌武统言论，互侪人听甲倒弹。法务部有可能伫咧未来会立专法，不过即马外界上关心的嘛是，赶快嘛去取消居留权，爱伫咧3月底离境的中会小辉含恩琪。竟然台湾省还未上映诶！经去网红把奖了了，恩琪已经会桃园坐飞轮机离开台湾。那小辉部分。移民署讲会密切关注，若是无伫咧期限内出境，会依法改赶出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